还有唔会行很难讲哦。唔会啊，你行得挺好啊。唔会行我天天在做，唔会行哦。像现在我们就要去查看它的那个母本有没有登录，22728，它这母本已经登录了刘氏彩虹的世界。Yes。收起来。OK228，OK228。目前呀，为要开始咧讲，为交配之前，我通常会做记录簿，才开始交配。事项叫父母本为遗创，吼，说明通常会写下来，再做则记录。这条花吼是民国99年3月24日交配授粉，吼种子采收是民国99年的2月19日采收种子，吼。
咱采收种植了后呢，顺序不忍卖植，在民国100年呢4月29到转自干20几，2季停行，毋是20几，讲毋错个去，到转2季，起总有一头已经有4头合法出现的，因为台湾的疫情在目前来讲，咱所有最秋的，都是遐种个顺呛式的发和风沙的，也有只对比。目前台湾的疫情假呢，基本上遐只方向去种，所以咱比较时下该种该员工困下人去做遐日种，所以感觉到遐只交配已经挺成功的只交配，但是咱目前在台湾来讲，咱同行还蛮有发表。一天阿妈的。姑姑转，一天姑姑。两条发呢，流式彩虹，强的是啊，像那强阳，强起来非常的正。该燃动百货公司，因为俺一只朋友都该做经理，然后俺来行啊，用纸扎而且一撒款两台，差不多有20-30条的花，红是批发本机。台体落百货公司，都顺对红落去。咱写这看到该个发奖，毋是看到一下子打通这个眼光到思想和心意，看到发奖。奖发呢，奖来讲，写这佢唔爱转去来讲，做啲变出这个化妆台，变咯。你台类发无法度的，热无就差不多7万的啊，45公分啊，那有可能变啊。所以讲，两条发当初时间卖到非常来好，因为顺对落去来讲，百货公司和大卖场的时间写这看到写高度都付款的，那是提这个目标，刘先生他一直在兰花界也是奋斗了到40年左右，很用心。他是台湾早期也是蛮用心在做兰花育种的人。他的方向主要在小花，他的花迷你花有个特点就是第一个，一朵小小的花很多，而且花很耐久，哇，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给他那个金地奖？我们是希望说像这么用心的人，在这个产业上那么久的时间来发挥，所以我们看终身成就奖，就是说他在这么长历史时间做这么好的东西出来，所以他名至实归。他当初有个品种叫做台湾珠光那个品种，他那棵花在欧盟有专利权，在美国、在日本都有专利权，因为到那时候没有开始，后来它开放以后，我们育种协会就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们就把它拿去中国大陆申请，所以等于说全球布局，所以它那棵花等于全世界主要的产区、主要的销售地点它都有专利，它只有布局完它才卖，所以它很聪明。好，你也这样抢镜头哦。好，先这样来，来给阿姨看。好，2只手拿。实在很漂亮然后不是我在讲的，就废掉很多了，不是不发表。谢谢。那个谢谢。这株花可能被大陆申请大陆品种，有可能被大陆拿去做的。不行了，姑姑
不说不行。他们国家大哈，不是说那么民主的。因为我是申请品种前，已经3年了，没有什么消息。我相信可能给他们拿去做的，因为我们国家小衰弱，所以他们来这里，四川成都那个书记他们也来，他们就交代台商想尽办法要把我弄过去，但是他们会诚信吗？赚钱是混口饭吃是要的，不是说不做生意。你生意做起压力会很大，年龄又到的，而且要跑是很累。大陆那个来去跑也是很多生意可以做的。但是第一个在生意他们所经验过的人，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拿到现金，才是上之道。真正好的就是留在自己的园子里面，不让它流出去。不管它30、20了，我们总是还是要做才有可以吃，没有做磨去的。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在瓶子里面一直不让它出瓶，然后给它低温的话，它会不会开花？会，有些品种会，因为我有在试验，有在做这些品种的那个特性，所以以后在10年、20年的那个市场会转换在葡萄石过程中让它开花。品种吗？这个我已经做了差不多10几年，我大部分是用那个 APP 阿面地库格拉大那个品种去做主题。我想要请问那个刘老师哈，因为我们小花大部分市场是在欧洲，那我们在育种的环境啊，是有在模拟欧洲他们生产的那个环境来做育种的考量吗？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花在台湾的表现很好，可是我们出到客人那边以后，它的开花的结果就跟台湾有很大的差异。对，我的育种的方向，我是用品种控制恶劣的气候，所以我的温室传统的温室都跟人家不一样，不是真正的温室。我那个都是垫那个木条，在寒流来的话，10度以下的时候还不会消苞，在温度任何43度里面也不会感染那个疫病，也不会感染那个卵腹病。所以这个施药跟管理很要紧，最主要还是在品种。所以我的品种在恶劣的气候它不能克服。所以比较珍贵的花是在这里面嘛？像这个就很珍贵的。这是什么？这个刘氏花梁。刘氏美丽的花梁。特色它是连带尼亚交配的，特色你看它的唇，跟那个岩种花一样，它的那个唇部跟岩种完全一模一样，它相当的柔和，它下垂像人家的那个柳树一样。爸爸那边是 Kimoshi， 为什么 Kimoshi 里面是凯撒大叫阿玛比利斯，登陆叫 Kimoshi， 那个凯撒大里面呢，就是也会吹是叫斯达基安娜。那个菲律宾原种，它那菲律宾原种来讲，它的伊奎崔氏有2个产区，它一个产区是在菲律宾的南部明达纳瓦那边，一个是在北部李宋岛，是那个南部那个是在春天开花，叫做伊洛克斯，伊洛克斯对它的花期在春天，它的花会比较丰满，株式比较小，那个阿帕蒂是在李宋，它在夏天开花，它的叶子比较长，比较宽，但是它花梗数一次来都是2、3枝，它的分叉性很好，很多花，但是在交配菲律宾的那个原种就是斯达基安娜，那斯达基安娜来讲，那个花它是比较有斑点花瓣。
它有很多产区，各产区的那个都个体都不一样。有一个产区的，它跟你用那个小刀种在实木本上，跟用小刀把它划断，它就会长小苗。那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但是现在那个产区都没有的，都有我这里还有差不多5、6棵，保留5、6棵。这个是连德尼亚，这是短梗的，花梗很短。因为盆花一定要花梗短，不能长，就是叶子也小，它的那个颜色，它的唇部很大。像要收集这个蓝眼种不简单。这个个体跟那个个体，这个也是美丽的花的，这个个体就不大一样，哦，这个也叫做刘氏美丽的花的，这个花也是很漂亮。那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它花梗比较长，硬度，只有那一颗比较像那个点点尼亚，它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个也是刘氏美丽的花莲。所以跟我们生下的小孩子一样啊，有的像爸爸，像妈妈，像我那个女儿就跑到我妈妈那个里面那个血统去了。这个颜色就不错了。这个颜色，这台湾就刚教的，教大厨的。这个再浇一次吧，要再浇一次。叶子也不错啊。叶子还好，还 OK。叶子也可以。这一颗比较漂亮嘛，放在这里，因为我很怕人家拿走哦。那这颗就没大纯。对，但是这个我都叶子是给标签那个号码，都要写那个号码。那我们就都是每次来就是有花开，然后就会这样互相讨论说它的特性是什么，优点在哪里，然后哪一个个体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啊？为什么好？这样就会他都会就是问大家的意见，看看哪一个是该可能去做生产啊，或者是做几颗来当做一个亲本这样子。哦，这颗。不错，看这个什么的。你用那个粉红苹果教导。粉红的苹果。哦，这样不错呢。对呀。那怎么会出黄唇的？对。美丽花莲。你这边加好快哦，现在已经开花了。没有，我教的东西可能我平秒还要。这个还是有点像哈，只是那个红唇整个变红唇。对。这个你料想得到吗？对呀。对呀。像这个我会拿来再做胶片，你会料想得到吗？你料想不到啊，这个东西啊。而且它那个是粉底，然后是黄唇，对，粉底黄唇。这个明年你重大喝一点国际蛋展再出去。对。像那个丽化回去，我的目标是定位在丽化红心跟那个西德利亚的后端。因为像刘先生他那边的原子。你现在要找这一种的，大概也找不到，算是古董级的这种温室啊。那现在的蝴蝶兰的公司或者是育种者做的都是像厂里这种比较先进的这种温室去做，给它一个最适当的环境，会省了很多工。但是也有可能就因为让你这样不会天天去观察你的植株是长得怎样。那刘先生那边他会整天随时都会去绕园子去看他的那边的植株，也对每一种品种、每一种这些亲本的特性就变得比一般人更为熟悉，因为都是天天去观察、天天去看这样。刘先生这边他早期做很多蝴蝶兰育种，那有些方向可能也是跟着西部他们那边的方向在做。那毕竟我们这边花莲这边的气候跟西部那边不太一样，这边日照比较短，那所以刘先生就想说他应该要培育是一个符合花莲这边气候的蝴蝶兰当做育种方向，所以他就想说做多花小花比较没有人做的这个方向，那也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它这边用的这些蝴蝶兰有很多是用蝴蝶兰的原生种，然后再去杂交。那这个在一般西部那边就比较少用到这些原生种来当做亲本，那所以它交出来的很多花都非常有特色。慢慢的，即在52年的时间，哦，我请的阿哥，哦，就是刘华荣，我是两兄弟天天。当完毕了后呢，就考入去发展送品检验局，哦，上班，哦，嗰个时节，其实开始做嗰种嘅染发嘅培养基，哦，研究培养基嘅配方也都有，胶本也都有。发展也都有染染色肥啊，肥染都该使用。到嗰种时开始的，其实上都有转来不下吼，出干的，迄么出干的都该种都讲复方。种到感觉到了啊，真有兴趣。到民国60年家下，然后推北两届的老朋友，新竹关系松林冉冉的嗰个。亲现他那个朋友，还过来推北内府的，伊早嗰种个亲属创线上两沙、三沙都是菲律宾，到原产地采集也的东西转来，采种差不多有7、8品种转来，在台湾种植，先到就一种加起来，还是到迄个种。有些亲本，你想要看，都看不到。啊，像这个亲本，它颜色是黄色的，越开就越黄。写的面色是吼，这个是短花梗的，长花梗的差不多50-60公分，啊，它这个短差不多10-20公分，所以亲本相当的重要。成功的交配跟失败的交配，在亲本就把你判断掉一半。我台马生出4个来的，我公是刘阿仁，哦是最大。佢特别我新竹省、新埔镇，哦，cái台东的我汉巷，因日到暗都5倍做人工掠到吼，等那传到钱那转来维持吼家庭的生活。三寸也冇讲全该种个真好过。发展也偏讲前后脱线，还是讲转写些让爱马参详个模安尼晒过落去该偏行。我在功夫的时间，我7岁，我是听我讲水，我按不得听起水，佢讲青岛本来个对在社会做人做事的事情，佢讲做人啊，叫唔是人做唔得，叫你系唔是钱。你做的那不人看，看你要几多钱，看唔是人叫我做唔得，还安尼是点他，所以我做人处事是得该大部留去学起来。安尼所会做的东西，我讲讲几摆，叫你做条路啊，叫你唔过3个路诶，那3个路诶是讲做得，安尼是做得落去做，啊2个讲做得，安尼是落去谈判诶。还是讲係講3個有2個講做唔得，個條路安尼是唔好做。啊，你都左右鄰舍，你都安尼做事情，安尼一定會尊敬到個老人家，很早就見本人，按嗰種按好嘅嘢的。咱小好朋友講起來嗰種東西生意的啦經常講咱190賣到，咱把190賣到120萬元一年。嗰放到一條單咧係好嘅來講啊，嗰度做咧賣到幾萬元咧。
甲安尼为运动为往遐方面去发展。咱营业大暗咱都生意咧效高啦，咱都系讲遐方饲甲方饲，袂会四挂接断挂接网骨，系啊，还袂做畜牧遐底。我是在做实验啊，这个东西呀、这个是耐病的品种，啊，这个是那个土种，这个是采用那个挖的。你看它这样来讲，就已经它的抗病性已经完全都显示出来了。这是耐病实验，这个是授粉的，这个抗病力特别强的，这个是白粉病。哦，这个白粉病，它这个没有白粉病，哎，没有白粉病的那个感染，所以它耐病性特别强。鱼的时阵吼，甲成人咧当爱落太吼，通常打组错个4点人来火叉，夯到该阿 Q 的个母下去咧，该食破个吼，该即个食破很菜事。啊，鱼到该的时阵，咱大家得该料吼，安尼困起种个染发，了倒是散当放转个菜转个个，像嗰种避南春兰啦吼，嗰种个。补水啦吼，补水到避南春咱插到个吼，按个开好使，就是包酒的吼，还有看起种法，种法感觉到，佢帮助个咱呢，还容易去手，个价钱拢真好。长幸福风景了只阿 Q， 去偷白到日本人学过了种个帮咱呢，佢送散的时间，佢真晓得，佢看开种个细条的善良咯，吼。放效，吼，伊就治了咱把上分来偏效，吼，所以俺就是逐摆是放多放少，吼，无空手转的。你想当初的是推翻的热肾咱，你看肾是该肺创的产量，肺创的丰富，吼，咱也系目前来讲，也结咱都善当来讲，像避南春兰啊，吼。个喷爆大人是上当安挑白放个为所是顺来讲啊，是因为深度技术的嗰种两斤上的，听听，数量相当的少，做得讲已经冇好放了，已经绝迹了。但是真个科学嘅发达，哦，差不多20-30年前，台湾安尼农业嘅进步，都开始。该实行做个组织分散，为靠安尼人工的繁殖，吼，才有量产，吼。哇，超香的！这个吼。有2个个体，那个是爱兰会1993年发起人是陈建达、何廷潘，我还有那个林世庆，还有一个副医师。当时创会只有差不多不到10个人啊入会这样，啊最多到100多人。在我们日本时代哈，那时候日本总督府接收很多各国送给日本天皇的兰花，他让拿来台湾的树理研究所那边栽培，那时候就造就很多种兰花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哦，从光复以后也是一样，很多有钱人玩兰花的人从国外一直引进品种，来做杂交，啊，所以就是说，可以说从叶子先开始的，那所以这整个是由天时地利人和这整个凑起来哈。才变成台湾的一个独占世界一个异种，可以说最强的一个地位。所以像这样蝴蝶的异种哦，现在台湾是世界第1。刚好只
陈先生进口的那个四倍体的那个不就地嘛，那个花的时候叶子不怎么样，但是它的遗传相当。颗花都是由我们探孩子，2颗都人家喝的哈，那我们恭喜他，那就是还是一样。对啊，我早上好像差6、7点会在这拍，今年就身体就不如往年了。我要嗰日出20品種，柳氏嘅豐富嘅采風，佢受到佢有2台嘅伊開吹士，有2台嘅斯達吉安娜，有1台嘅台灣煙種，台有嗰種嘅阿瑪比利斯阿佛帶，所以講加嘅後台就要通方戰爭，一般都2去法國、3去法國，頭一模是茶吧，所以這條法。打亮了整个欧洲市场。像你发色彩变化万千啊，千万啊多啊，咩万千是喏，千万啊多，像这品种呢相当正呀，系台湾的个新品种。有名吗？目前来讲，俺冇发土机的登录，俺一年到差不多200品种，已经到到3000品种呢。目前送的都，也20年底百多。所以我们台湾唯一要改到的好像那个学名，你应当要用中文，上面用英文，下面用中文，表达。日本的他就用日文去表达。你看日本人比台湾人聪明得多的。像这品种呢，挺新的品种，你看这花一块一块来动，看到心满意足。会怕羞哦！来，甲姑姑讲，来姑姑讲，还要去看他姑姑怎么样工作。姑姑在这边呢，姑姑。他看我带客人的时候我手背在后面，我怕碰到花嘛。后来他看到我说你要跟阿公教，手背在后面，教一次很好教的，教一次他就上了那个，他就懂了。来听阿公讲而已，听阿公讲摇摆呢，小快快，小快快，听阿公小快快。好了，你那企业哈，企业讲完，如果客人来的时候，他会拿那个切盘，那个切盘拿到，他就拿到给客人装花，他会盘着，很好教这个小孩子。这条花是台湾浙江的枪花风信。这条花很适合嗰種歐洲嘅栽培，因為歐洲呢，佢貨櫃呢，佢太綠地，像中國太綠強壯啊，福建為個性講生嘅也係個時節，為假日幾禮拜時間，像蒙古遐度，喺咱好咱幾片為潤導嗰片戲呢，潤導
了白乌了着通常有几礼拜的乳霜，所以讲了头发，伊润霜的润的是只基本袂该种个，基本袂显差，唔会鸟巴唔会显差，唔会显差原理是叫发病吼，发果出的发病，短短的天年了，了收钱伊做咧做比较了，是说安天的。佢鸟扮伊出机啊，佮茶鸟扮伊搭机啊，佢唔会显差，唔会偷拿呆呆，大概用是看到当就进心用，佢绝对唔会呆下来。喺日日嘅为所，你看到啲抢嘅话来讲啊，感觉到当介只当清凉样，唔会感觉到清热。啊，你个风法来讲，风中像雾法嘅后台来讲，风到风中睇去，你一下看到就感觉到清净。啊，但是你看到一下，你也唔做都会疲劳下来咧。所以这条法好处是在世界地位度吼，某10个有天头过出来的，所以我一直搞这个后台。哦，要分析的话，分开拿出来。这样去探讨咗呢，一家到一家，吼，那现在也是万心一类化的收分的果心是上楼水当然。所以讲你啊东西教培来讲，爱教好俺看只热，还看了歹结创哦，吼，写创哦，像俺安尼贴起个插头样啊，去个本岛一些确认又再确认，所以以前有多了安尼。无下摆讲俺教了俺放羊包袂可以用袂该种个说，个不符情理啊，你知哦？所以这种个是只为非常的个信心非常的清甜的来思想，甲拉位阿公阿妈吼阿太，甲渔村少年扮演，所以了划分一并落去，就结天家个几个后退个个渔村个声音的个种来的。台湾一讲啊，日出的后台吼，已经超过父母亲辈呢。哦，全世界在日中地位度了，台湾一讲了发生呢，是得到全世界的最成功的种发生。但是从到法国国土从个态势非常的适合安尼看平力，非常的强，还适合安台湾的栽培紧也旺，哦，种种各种的条件就加种大。所以讲，了日中来讲，目前来讲啊，全世界啊，对了抢发风险的日中非常的弱。所以我感觉到我今年教培出来吼，非常的成功，新的品种，吼，甲3年了后，在台湾的个抢发呢，可能是发展个天下的。是没有配角了。什么叫配角？没有人在那个助手。哦。所以我做这个，只有女儿会来这里给我帮忙哦。眼睛比较小的花粉。较细类是爱买来天数嘞。嘿。啊，这个还给你啊。俩吼，俩200年啊，到2蕊到3蕊安尼，做了不，要不出好。爸爸没有办法了。你以为抢镜头了呀？哎呀。
哦，你知道俺做房迄个啦？Oh my god！ 你莫按钱啦！你会客气吗？你在捣蛋呢？你在捣蛋呢？阿公会捣蛋啦！哎呀，在捣蛋啦！即摆你还搁创一年啦，你还搁我煞过去，还搁一年啦。啊，毋知你无看伫遮，开伫遮都要欢了。这是在你啊，是大字。这是大字，这本来出进去。哦，你甲共反正我即摆看到迄死哦，我有甲共过，迄腰脊骨吼，我腰脊骨翻起来呀。安尼摆骹差不多10公分。你想讲，伊讲你若无爱运动。我算我还足好诶，你知？你还搁介好啊？你的火电园啊是无讲真迄落啊，但是你的身体介好啊，比我较赢。你看我头摆走的时阵，一个月来2、3届。爱吐笑。头摆有够认真，有够认真嘞。你讲摆种，我搁种甲这个水啊。我迄较早较认真啊，即摆无认真啊。不是你回来啊，那个较变大去啊。我们说实在话，它一棵花开900多朵的，3个花根，那个拿到车站去后，那个比看热闹还要多人。还没死啊，还没死在家。差一点就死掉了。这个是菲律宾的原种。就是靠那个在生活。我本来是做牧场，本来是好玩的，好玩的再变成专业。不过农业不好玩，农业。做这么久了，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农业你要高科技，还要最重要一点高经验。你有再好的研究，什么东西你来种掉？虽然是阳光、空气、水，地方不一样，台北的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样，不容易。这个植物很奇怪的。植物你如果天天去看它、关心它，它会长得给你看漂亮；你不关心它，它死给你看。很奇怪啊！你常常在这里，每天都在走来走去、摸来摸去，你没有去的那个地方，那角落一定长不好。这个园子我小孩子他不想做嘛，给他卖掉嘞。现在我另外东山河那边还有一块地，我现在把园子放到那里去。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啦，要切掉让它逐出去走。哎，现在温度已经达到。它现在要长新叶子出来了啦。而且那分针苗要开始把它切掉，它切掉，而且孩子就切去卖。啊，多少卖一点，可以补贴家用，就是不会可惜啊。切掉的花不可惜啊，真正好的花不能切出去啊。你如果碰到那个行家跟你买来讲哈，拿去做主食培养，你就是残忍。因为那个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小孩子不做嘛，媳妇他们也跑出去外面上班啊，儿子也出去啊，只有一个大的儿子在卖那个淘汰花，等到这星期六、星期日他们才会帮我去卖花，卖花也是只有本钱还给我就好了。这个青本大部分是我自己，种子、采收、育种，还有交配，都是我一手在做。其实上我们说句良心话啦，他也没有小孩子也没有专心要学这个，这个要专心。你像花莲农改场那个叶一哲，他就做得很好，要负责任的。他那个青本式的花还很多，因为他那个有水墙，所以他那个花会长得比较好，比较没有那么会生病。我是在病虫害防治的比他好。我是知道说温度多高，大约什么病会来，我这方面我做得很。但是没有办法配合儿子要施药什么东西，他没有办法配合。因为我只小只听爸爸穷下嘛，后来俺报位读书了后，高中毕业了后，我只听爸爸慢慢的就学了咱爸，慢慢子该种的接触他，接触他我就越来越有兴趣。到爸爸因为爸爸做已经做差不多50年的，所以记得咱爸本来感觉就是这跳路会做的，我就脚本子对了嘛有兴趣，就紧教你话上下出去听爸爸是南部，就可能该起搞的该念中的那就做，就紧做对了。做底下来，我就感觉咱的做咱爸下吼，因为只要含引进对的，莫讲该种的钱是比较少就是能够在这个生活上也比较舒服，也比较那个。哥哥是上下去出去卖花哩对只要是还冇花，就是卖种花哩对，老去搞种来种的可以申报来种的安尼啦。你去做了种的，去做了种的错唔系，去冇介耐心。因为做了种就是看工人的兴趣啦。你都有个兴趣，你就根本就会很喜欢这份工作，会做得比较开心啦。台铁我都分工该种的东西，都该种的人工做唔起，所以部分该干的让为本5倍引起推广，本去推广只按呢本去啦。今年交配时节啦，热带交配时人当到2年我
2叶抓粽叶吼，我前2、3年我在看10批，白体只有5批8招去，吼，我写作歹伫遐头抢主义本字词稿啊，总之啊，3枚叶吼就可以采收吼主义。今年都无修成，但是甲木头吼，按做得甲种啊，做得慢慢开发落去些，5、9些安尼就2个人也安尼是对为主席机的新秀为止。他写东西很快哦，你做一次给他看，你那个钥匙从哪里开哦，一次他就知道了。这个看我也看不到的啦。如果是这个小孩子，如果是10几岁来哦，有大学毕业来教哦就很快。你看你这样蹲，他就跟你这样蹲着。这个交配6个种子，这个当亲本相当好。这个母本从来没有交配过，交配也不会交配不上，这次刚好碰到 OK2608这个个体相当好的副本，所以我们交配的种子一次就成功了6个。这个也是很有希望的丽花之一，我希望它是能出来翠意绿色淡淡的绿色也好就是多花，2个亲本都是多花，都分叉型相当多，分叉都是7、8叉、5、6叉，就是这样，而且花型是中轮花，将近差不多6公分到7.5公分这个之间，就是口系不好交配，所以这次是奇迹出现。我们是很有希望的，看到那个果虾就已经很高兴了，成功的一半。如果播出来又更高兴，在开花的时候就再更高兴。